哪怕贵哪自由，就会收听关怀广播电台。FM 91.1关怀广播电台。关怀广播公司台语台台语新闻。关怀电台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公司台语台主播吴国正，欢迎收听台语新闻。咱来看早起，亲民党召开全国委员会议，确定征召党主席宋楚瑜第4摆参选总统。宋主席讲，这是政治生涯上尾局，到底是安怎心肝会搁再震动，要搁再撩落去选？主要的原因就是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宣布退选来锁定。早起，宋主席嘛公布由广告界顶辈聚会人到无级的医商女士担当伊的副手。尤其伫咧致辞的时，再三提起讲，家己的理念和郭台铭是真相我。现场郭台铭办公室的执行长刘佑东、副执行长蔡信如，还有台湾民众党的秘书长张铁阳，嘛拢总有出席，去向宋楚瑜表达祝福。来看时代力量这党公布不分区立法委员候选人的名单，计共提名12个，包含家己4岁的查某囝，伫咧街路边无定时去互抬死的王婉如女士，还有立法委员黄国昌是拢排伫咧真头前。王婉如讲，因若入去立法院会拍拼加强社会安全真领忙啊。黄国昌是讲，伊现部上较要紧的工作，就是将拄则汇集做伙这阵少年辈力量送入去咱的国会内底。昨晚，香港的抗争战场竟然拖去到香港中文大学这间世界甲人排有吊顶高水准的教育机关内底。警方击催泪弹、拍树年枪支，致使真侪大学生拢受伤，甚至有诶搁来送急救。有几落间大专院校嘛做伙发表声明，强调讲，阮决定是袂顶点点，定着要甲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共行共命。香港的人民罢工罢课第3日，早起地下铁有诶规条线拢冻点，有诶是几落站无再条出入。香港政府的教育局嘛发表讲，考虑到安全问题，许多人会用伫家己拍算，敢无要互囡仔出门去上课。搁有香港中文大学这边，学生会会长已经甲反映申请，禁止警方搁再入去学校内。也嘛有真侪人讲，美国敢是咧做台湾海峡的警察，因为美国的舰船昨搁再驶探过台湾海峡，这也是今年美国军舰第9摆经过这。国防部严德发部长是讲，台湾海峡4边的动向，咱的国军拢有掌握。严部长嘛讲，早起这只军舰按算就会离开防空识别的区域。咱嘛当理解美国这款望要维持台海和平的机智行动。以上新闻由第14台公司台语台和关怀电台联合制作，感谢收听。一扇车门关住我们的裂痕，一生就挣断了回头的路程。爱无法均分，以后就留给你们，也许用伤害结束，爱才更动人。容忍的人其实并不笨，只是宁可对自己残忍。既然爱不能恒稳，祝福就给你下一个人。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对我坦诚，只为了朝他狂奔，不能放任，所以放了。这点痛我还能
转身。宁愿爱一点不深，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容忍的人其实并不笨，只是宁可对自己残忍。既然爱不能恒温，祝福就给你下一个人。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对我坦诚，只为了朝他狂奔，不能放任，所以放了。这点痛我还能忍。我是好人，也是个坏人，恨得够狠，你才有借口转身。宁愿爱一点不深，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三个人从不对等，总有个人必须牺牲。那永恒就等他带你完成。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对我坦诚，只为了朝他狂奔，不能放任，所以放了。这点痛我还能忍。我是好人，也是个坏人，恨得够狠，你才有借口转身。宁愿爱一点不深，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宁愿爱一点不深，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好，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吼，我是秀芳的助理顺武啊。大家乡亲也知影，拜三这个时间听到我吼，就是委员阁有行程吼，也是搁咧开会啦吼。啊，所以顺武阁特别来代班啦吼。咱知影讲，今仔这几天吼，真侪政党要来公布这个不分区的立委吼，啊，包括民进党即马嘛咧讨论啊，啊，所以委员阁咧讨论吼。啊，一只顺武要阁讲一个真重要的代志。顺武讲，只要顺武来关怀电台录一遍音，就会阁讲一遍啦吼。啊嘛，希望各位亲情啊、好朋友啊，把即个消息传出去。尤其即马选战吼，剩60几天啊尔。啊，咱也有真侪即个假的消息，其实顺武希望各位好朋友一定要把即个观念讲出去啦吼。啊，顺便讲10000遍，讲1000遍啦吼，就是讲。咱台湾吼国民党统治吼超过50天啊吼，啊民进党正港的完全执政行这3天外尔啦吼，咱台湾真侪的即个系统，也是讲即个政府也佫真侪即司法的人，因的思想拢是即个港独党国的即个思想啊。国民党教育培养出来的思想啊，吼，所以咱要用3天外的时间，要把即种不公不义的思想来推翻掉吼，时间真诶无够，所以希望各位好朋友，搁互民进党政府完全执政，会搁互伊即个机会啦吼。咱知影顶礼拜即个蔡英文甲黄秀芳分园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时阵吼，即个行政院长苏贞昌吼。专工来徛台啦吼，甲即个党主席卓荣泰做伙来徛台。苏贞昌是即个分园的竞选总部咧成立的时阵吼，伊无爱徛去即个舞台观点讲话，伊一道讲，你知影无？
伊摕2块椅头啊，就爬去哩啊！吼，在即个做卓荣泰啊，佮黄秀芳委员摆即个椅啊，做伙徛去这椅啊悬顶，咧来甲咱的乡亲时代报告咱蔡英文政府为咱乡亲时代做的代志，嘛报告咱最近咱台湾发生的代志啦。这就是啥？这就是咱党较早，咱民进党啊前辈咧拼台湾的民主自由时阵，一街头巷尾，就是甲咱乡亲徛做伙。那苏贞昌院长徛做伙意思要甲大家讲，民进党无袂去咱创党，咱为着民主自由的初衷啦吼。即种热情，搁伫咧，嘛希望各位乡亲时代了解。虽然这3党外，民进党完全的执政，但是民进党袂去较早为着民主自由的初衷啊吼。嘛希望各位乡亲爱知。咱较早一街头巷尾咧听演讲，要拼民主、拼自由的迄个热情，毋是要为着特权啊，是为着咱的即个后生，咱的后代更较好。为虾米要直接强调即个代志？因为真侪乡亲时代，咱爱想起咱较早要拍拼，毋是要甲国民党共款有咧特权啊，嘛毋是要为着要方便。咱是要为着一个正常的国家、正常的行政、正常的代志去行啦，吼！所以咱爱把即个观念记好，咱民进党袂去即个热情啊。咱看到昨暗嘛，吼，昨暗香港吼发生，咱知影香港已经5个月啊，拢一个即个香港的警察甲香港的人民伫遐咧冲突，中国伫遐咧介入啦，吼。真侪世界的国家嘛咧声援即个香港，也毋过5个月啊，咱看到香港的人民继续徛一街头，真侪拢是因的少年家去去互枪子弹，去去互压去，定定拢有即个去抗争的人，无代无志为大楼摔落来，无就是海边啊看到伊的尸体，佮看到佮较可恶的是，去互即个抗争的人，有的是查某囡仔。去用带去互警察，做出无应该做的代志，佮有医生出来证明。咱看卖啊，咱台湾这几年拢毋捌发生即款代志，因为咱是正讲民主的自由。好，昨暗的香港发生上大的就是香港的中文大学，警察去大学内底去咧压学生，去咧冲突，这是较台湾已经足侪年捌发生即款代志。咱甲知影，较早白色恐怖的时阵，是真侪国民党的人会派去学校内底做职业的学生，也是讲去打小报告，有警察警长会去内底压人，迄是较早白色恐怖的时阵。但是咱看卖啊，香港，即马即个2002年要到的即个时间，世界民主的潮流咧进行，竟然是这世界的一个所在。而且，伊这网络媒体较真发达的所在，佫会发生着警察去围大学，警察去拍这学生，警察在这老师传这个喷水，这是咱即马民主的国家看袂到的。咱毋免去甲迄个非洲啦，也是较落后的国家比，因为咱知影，伫这世界来讲，是非洲，也是即个美洲，即个较落后。即个小国家，佫有存在着即个独裁，也是无民主的国家。但是咱看到咱亚洲上近的，较早算是讲亚洲经济体内底的香港，伊即马发生的代志，竟然是即种无民主、无自由、控制即个人民，佫会走去学校内底控制学生的代志。各位时代，恁佫要回去迄阵即个时代无？所以大家去思考，孙武真感慨，因为最近孙武甲一寡少年家咧开讲，即个少年家吼，伊甲我讲，伊的妈妈吼，较早是即个政府机关退休的啦，伊足气即个蔡英文的，因为去蔡英文在伊的年金改革掉啦，伊在伊的后生讲，一定要转互迄只鱼啊，迄只韩国鱼啊，一定要转互伊啦。因囝就在因妈妈讲。但是伊高雄市做遮歹着，伊嘛无经验，伊有啥物要转互伊？
伊妈妈知伊讲啥，我不管，我的重点就是蔡英文一定爱落台，安尼就好啊。所以大家你会惊袂？一台湾有真侪人，因为是即个咱个国家要来前进进步的时阵，会做一寡改革，伊一寡利益本来去影响的人，伊一心一意要投互国民党即个候选人，毋是为着这国家的进步，嘛毋是为着这个国家的好，伊为着的是啥？伊惊要互蔡英文落台尔。伊无咧猜对方有巧无巧，讲的话实在无实在，这是真恐怖的哦。各位乡亲时代，你来记的，即寡人，因就算迄天去家户病房住病院，伊嘛要用白出来当国民党的候选人啊。所以民进党一票拢袂使减的，咱要支持蔡英文的，一票拢袂使减的哦。吼，虽然民调即摆看起来真悬，但是你知影无？迄个要当互国民党候选人的人，因是真恐怖的，因真团结，一票拢袂减。所以，咱支持台湾的好朋友蔡英文的这票，一定爱来转落去。迄天毋管安怎，咱逐票拢爱转落着哦。啊，佫一个真大的重点，苏贞昌院长是分园的即个成立大会讲啊真重要。伊做过2届行政院长，一届就是一阿扁啊迄阵咧做的。阿扁啊迄阵咧做行政院长的时阵，立法院上侪数的是谁？是国民党的人。伊一天到啊，惊想要把阿扁啊罢免落来啊尔。阿扁啊政府迄阵民进党政府啊杀啥物物件，立法院就反对，所以行政院长要做代志嘛无好做。即马苏贞昌院长第2届来做行政院长的时阵，立法院上侪数是咱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所以伊要杀啥物政策，拢真有效率，嘛真足好的。规个亚洲所在无即个非洲的低温，就惊咱台湾啊尔。这就是咱完全执政的执行力。咱想看卖啊，今仔立法院上侪数也毋是民进党，咱也要杀任何的政策，拢去互立法院签字的时阵，会发生啥物代志？所以立委咱嘛一定爱过半。立委过半有2个方法，一个就是咱区域的立委，咱爱转互着，转互民进党。咱全力来支持民进党，也是咱支持咱泛绿的。为什么？因为咱知影，像台中吼，迄个北屯区吼，安怎选拢选无好。啊，搁有迄个潭子区吼，咱即马就是全力来支持迄无党的即个洪慈庸啊。咱知影迄区吼，足难，所以咱有一寡选区，咱会甲友党，也是甲咱台湾进步的力量，各位合作。咱知影搁倒一区？就是迄个沙鹿即区安怎选，拢是姓严的引导的人咧做立委，所以咱就甲即个基进党做伙合作，互陈柏伟去遐甲人斗相共。所以咱立委也有杀出民进党的立委的所在，咱就爱完全的全力咧，互伊调起去。立法院民进党爱过半，啊，咱搁甲即寡无党甲咱较好的进步力量，甲会合作起来。安尼后届蔡英文调，继续调落去，咱才会好做代志。好，这是第一个。第2个方法是啥？咱政党票就一定要转互民进党。啊，转互民进党，这叫啥物票咧？这叫不分区的立委。咱知影无？即马台湾的民调起来吼，不分区民进党票的即个比例，台湾即马上大票佫是谁？佫是要转互国民党的。第2名。但是民进党，过来就是即个柯 P 的民众党，过来是时代力量，这是目前台湾上新的民调，政党的倾向。你迄张不分区的票会转互谁？台湾竟然上多数的是要转互国民党，过来但是民进党，过来但是民众党，吼，这是即摆即个民调啦，吼。安尼这真危险哦！咱知影今仔日国民党不分区的立委的名单出来啊，咱。大家上熟悉，即个下互海底的状元的人，即个白主席啦，吼吴敦义啦，吼，伊排第8名啦。这代表啥物？以即马民调来讲，哦，第10名左右啊，反正伊就是一安全的名单内底。所以即马咱民调讲，全台湾政党票摕上多是谁？国民党，即个吴敦义就一定
会变立法委员。国民党想的是啥？伊要互国会上侪数，然后要互吴敦义做立法院长啊，安尼恁挡会调袂？一个会叫海底会洗碗的人，伊要去做立法院院长呢，恁敢挡会调？而且咱看到国民党开出来无分区的立委的名单内底，有真侪是啥？有一个是反对即个离境改革的，啊去中国大陆，人咧唱中国的即个国歌，伊坐下骹敬礼的，即个退将啊，伊竟然是国民党安全名单内底，伊领咱中华民国台湾的退休金，去中国的国旗咧行咧的人，伊即马是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内底的人呢。各位乡亲，你讲了会气袂？伊到底做立委是要来帮咱台湾进步，还是要来做立委，把台湾的军事的机密要送啊中国大陆？人会使安尼怀疑的啊！伊摕咱的钱，会去中国大陆坐啊，互招待，坐啊在因的国歌咧敬礼的时阵，伊也做立委，一定会去做国防的立委，把国防的机密啊送出去要安怎？这是真危险的代志呢。好，搁一个，咱较早定定听到有一个警察大学的人叫做叶教授，伊嘛是安全名单内底。国民党讲伊是啥物？伊是警察的代表。哦，各位乡亲，各位知影无？今仔日行政院的副院长陈其迈来讲话，记者就问伊即个问题，讲对即个国民党不分区的名单，你有啥物看法？伊讲啥？伊即讲不分区的名单内底有警察的代表啦，吼，但是伊区域的立委吼，杀一寡有执刀的前科，有杀警察的前科，有无好的代志的前科，区域的立委杀出即寡有前科的人，伊不分区杀一个警察代表，即个政党到底是咧想啥？是要叫伊一立法院内底用警察的代表去抓即寡有前科的人吗？所以咱看卖啊，国民党到底是咧杀啥？区域的立委内底，吼，咱去看即个法院的判决书，有人有即个食毒的、卖毒的记录，嘛有杀过警察的记录，伊互伊杀伊要出来宣布的即个立委，伊不分区内底的立委，佮杀着有警察的代表，咱到底是要安怎教咱的时岁啦？到底这国民党伊的政党伊咧想啥？即边杀歹人。即边咧杀警察，到底立法院后盖是要创啥？台湾会进步吗？台湾做会好无？各位乡亲，咱爱开车听到这，你会吐血袂？咱到底咱台湾要安怎教咱的时岁？咱有真恐怖，有的人惊为着要带英文落台，不管国民党杀啥物人，拢要去当互伊。即个政党杀出有杀过人的，有卖对毒的人，嘛有杀过去中国大陆去输存的人。即个后盖咱台湾啊，靠即寡人拢调，咱台湾要安怎？咱台湾要安怎进步？对无？所以咱知影无？咱要安怎互台湾更较好？咱就爱想好，咱要选啥？咱看着旧年，咱选出来真侪国民党的县长、市长，伊在好的政策、好的代志拢毋做，吼！咱即马佫要来做咧大选啊，所以真重要哦。行到即马即个世界的即个阶段，2020年2020年的时阵，咱台湾的未来你要交互谁？咱台湾立法院要代表咱的人，你要交互谁？大家爱思考好。顺武讲的即寡物件，咱今仔看新闻就看会到啊。国民党的不分区的名单，过来嘛真侪资料嘛出来啊。这拢是公开的资料，但是乡亲时代咱拢会使去查的。嘛，拜托乡亲时代去甲大家讲，咱中华有真侪文化，真侪小食所以咱看关怀就在咱中华特色写一条歌。但是咱想看卖啊，咱要选出来立法委员，就是要代表咱中华的人，咱爱选出互人骄傲的立法委员，无前科嘛专职为着大家拍拼。咱看卖啊，中南地区洪宗义专职的立法委员，陈素月嘛是专职的立法委员，陈秀宝专职即马就是做议员，嘛无去做其他的副业。佫有阮即区外头家黄秀芳委员，为做
即个姚议长、周县长的助理，到即马做立法委员，全一个拢毋捌做过别个副业。咱民进党一中华杀出来这4个人，拢是全一个民意代表，无前科嘛无物件，无歹的物件，为着啥？为着是要代表咱中华啦，互咱中华公营。如果今仔咱中华选出一个有卖毒的前科，有杀警察的前科，咱会去互外县市的人笑啥？啊，恁中华哪会拢选即种人？啊，恁中华哪会安尼？咱敢要安尼？咱后盖要安怎教时岁？如果有一天你的囝在咧讲啥？妈妈，我无爱去读册啊，我要来荷兰啊，荷兰就会使选总统。我无爱读册啊，我要甲人飙车，我要甲人卖毒。反正卖毒了以后，我嘛会使去选立委的。你也听到这，你会烦恼袂？你要安怎教你的时岁咧？所以大家要想好，看清任何面。代表咱的就是专职的民意代表。顺武一只，毋是要替秀峰委员讲偌好听的话，但是你知影无？真侪乡亲时代，即马委员咧扫街，就问委员：哦，你透早几点会去立法院？啊，几点倒来一人服务乡亲？听，因拢毋甘秀峰委员啊！安尼遮尔早专职啊去立法院开会，啊去倒来服务乡亲。即款乡亲时代听了拢讲啥？哦，我后盖毋通互阮说，阮的囝起来去做行政治即条路。哦，太辛苦的啊！委员你真诶足辛苦的。这是顺武一菜市啊，看到逐个乡亲时代在委员讲的话，正实的，就是安尼。因为认真咧做代志，伊嘛无假日，嘛无放假，吼，嘛真正操劳。所以，咱爱有好的人选，继续有即个机会啦。无你要选一个，你毋知要安怎人，在恁囝儿时岁交代的人吗？咱爱做一个公营的中华人，毋通做一个去用笑的中华人。所以咱爱选一个无前科、专职的人来代表咱中华人。讲到这，嘛希望各位乡亲认真去思考一下，吼。啊，顺武一只要甲大家佮介绍一寡好的活动。11月16日。下晡3点是中山国小啦，吼，有咱的剧团哦，真重要。用即个较早台湾发生过的历史吼，欢迎各位来去。佫一个真重要，是咱中华县图书馆吼，头前甲11月20号之前吼，有一个毒品的展览，互你知影讲即马毒品有啥，一毒品会安怎？啊，咱嘛希望各位乡亲时代会使去看卖啊，做伙来防止毒品的扩散啊！吼，啊，讲到这，希望后摆阁有机会甲乡亲时代阁是馆长见面，谢谢。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到3工来申请呢。哦，是啊，迄是老农保黄年。